继续来看这个鸡卵进口的风波，恐惊会将做国会改革法案开始实施调查的第一案。讲这个中央畜产会伫国内欠卵的时阵，协助采买着进口鸡卵，但是并无按照着采购法来办理，所以农业部要向畜产会甲超过50%的补助款甲对转来。讲刷落来，纳贝阵营按算要组一个调查小组来进行调查。农业部长陈俊贵是来发话，讲应该是交予司法甲监察分权来处理。所以是不是违反政府采购法？对，是违反政府采购法。钱你会追50%回来嘛？对，钱会追回来。好。上年去年伫采购的时阵，针对畜产会运费的补助出现加收钱的情形，农业部长陈俊贵亲身回应。因为鸡卵进口风波，恐惊将做国会集权修法上路了后，调查第一案。我想以政府的立场权力分立的原则，以现在的宪法机制我们的相关的，如果政府单位有相关的任何的舞弊的话，应该循着检调单位、监察单位、司法单位去做调查。甲在野党发声讲，应该交予司法的监察机关分权处理，是讲争议愈演愈大条。这摆立法院集权的刑诉法也搁伫适限的阶段，那要到着急要启动调查权，嘛互民进党立委看袂落。请蓝白两党先把自己针对弊案的部分先调查清楚，公告社会大众，不要想要4两拨千斤或者是转移焦点。是讲这摆畜产会又搁互发现2年前，为着要稳定国内鸡卵的供需，向当时农委会提出鸡卵紧急调度含生效调节的计划。得到1亿7030万的补助，也毋过领从长度的租金，甲鸡卵托柜的运费补助金额，这个部分无依照采购法的程序办理。今摆农业部将会缴回50%补助款。区长会是误认为，因为鸡蛋它本身是属于不适合政府采购法的部分，那他认为就是说鸡蛋进来以后，包括它后面的这些储存跟运输的话，看起来是一包的，其实你的只有鸡蛋本身是不适用采购法，然后在仓储跟运输部分还是必须适用采购法。检调单位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去理清。国会集权修法上路了后，那边电影所落个将会启动调查备案。过去相关的证据，恐惊将会一件一件红编出来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